先順咗頭髮，順咗毛梁，跟住之後每一側向後捲，捲嘅位置大概由我哋嘅耳仔位置開始向後。一邊啦，去到中間，因為髮量比較多，分開上下兩側，向翻相反方向。去到呢一邊，我哋就要向另外一邊捲。咁我哋打底嘅部分咧，就會去到呢一部分先。先用手指將所有嘅攣融合，由我哋嘅頭頂區嘅位置開始攞一個大半圓，去到我哋嘅後腦部分先攞起。咁剩餘嘅頭髮咧，我哋就可以梳起留喺下邊，分開兩層。我哋頭頂區嘅部分啦，將佢中間分開一半，左手邊嘅頭髮咧向右擰，擰完一下之後，咁我哋咧少量嘅向上推，再用兩隻 bobby pin 將我哋頭先左手邊擰上嘅頭髮咧再作固定。固定完成之後啦，我哋亦都要將我哋頭頂區嘅頭髮咧拉鬆。今次咧我哋拉鬆嘅時候咧要小心啦，盡量咧將個髮束咧較為粗身少少，感覺上就會減少嗰個凌亂感。咁將我哋右手邊嘅前陰嘅頭髮啦，首先向後扭轉，咁盡量以第一區以我哋銀鈴峰為之第一區。攞完之後啦，喺我哋耳仔側邊就攞第二區。記住每一個頭髮咧，我哋都要梳翻順去，因為如果你唔梳順咧，都會影響到我哋綁邊嘅時候出嚟嘅感覺嘅。咁跟住啦，第三區分咗三區嘅頭髮去攞，亦都係擰咗三次。將我哋嘅三次嘅頭髮擰完之後，過咗中間嘅位置，咁我哋之後亦都可以攞個夾再作固定。固定完成之後啦，我哋就要抽鬆翻少量嘅頭髮。耳仔旁邊嘅頭髮咧，我哋就要往下抽，遮蓋翻耳仔嘅部分。另外前陰嘅部分咧，我哋就要向前推。頭頂區嘅部分咧，我哋要往上抽，注意翻整體嘅 balance，甚至乎前陰嘅部分啦，我哋適當地都可以往上抽。另外一邊嘅做法一樣啦，我哋眉骨以上為之第一個分區，跟住之後耳仔對上為第二個分區。攞完之後，我哋就向後擰第一下，擰完第一下啦，我哋再將我哋嘅頭後邊第三區嘅頭髮再加埋，每一執頭髮都記住一定要攞順，再擰向後。固定之前，我哋可以將我哋側邊嘅頭髮向下拉鬆，甚至乎旁邊嘅頭髮都要向下拉。至於頭頂區嘅頭髮，我哋就要向上。整體嘅 balance 我哋都要好好咁樣把握。繞過咗我哋中間嘅部分，咁我哋都可以再用個 bobby pin 再作固定。用兩隻夾一條橡筋，再將佢哋捆綁。先釘住一邊，咁另外我哋繞2至3個圈，再將佢固定。再攞起右手邊另外一側頭髮，再將佢分開兩條，跟住兩手邊。咁每次咧攞完之後咧，如果有啲頭髮比較亂嘅話，我哋都要梳翻整齊。梳完之後整齊咗，我哋再一路做兩手，一路兜過去我哋嘅左手邊嘅方向，直接兜到落底。兜到落底之後咧，我哋翹翻上嚟嘅部分，去到我哋中間位置，我哋再加一執少量嘅頭髮，做成咗兩手加邊。跟住我哋再翹到落去後邊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用橡筋，將我哋綁咗橡筋嘅位置褪落5cm 左右嘅位置。褪完落去，我哋就可以向左擰，做一個單手擰嘅方法，盡量將我哋嘅橡筋貼翻我哋嗰個頸背位置，收喺我哋嘅底部。咁我哋之後完成咗啦，我哋就可以將我哋剩餘嘅頭髮輕輕再梳多一次，整翻整齊。咁之後啦，再將我哋嘅髮尾一路翹翻入去我哋嗰個底背度，盡量收翻我哋嘅所有髮尾。每一隻頭髮咧，我哋盡量如果一見到棘，我哋就梳翻順，梳翻橫，之後先再收尾。咁另外啦，再加多隻編，將我哋嘅橡筋位置向上推，推完之後用一個 bobby pin再固定喺我哋嘅頸背。
固定完成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再將我哋嘅髮絲盡量收翻緊，或者可能有啲地方我哋需要去做調整嘅話，我哋就喺呢個時候再做調整啦。咁就完成咗一個比較實用度十分之高嘅歐美款嘅髮型啦。甚至乎咧，如果特別有啲客人咧，佢哋唔中意係左右兩邊比較跌落嚟啦，甚至乎可能係一邊面想收緊啲，另外一邊面想遮翻少少面頰嘅，梳多啲面嘅客人咧，都會十分之適合呢個髮型款。希望大家會中意呢個髮型啦，下次再見到大家，拜拜。